有个。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伫圣诞的主日，咱谦卑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这时，请咱将时间分别做成，请兄弟从咱的手机啊关机，或者是震动。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我就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这时咱来吟圣诗52首，圣诗52首，早伫大笔王的城里来报道荣耀的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
咱来可以得着拯救，路袂带人到天顶。我天天是人欢喜，将小福给大无比。请坐。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我的爸爸，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阮知这是你真正哩大的恩典，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这是阮一世人上介大的福气。主，阮感谢你。我嘛要阮主来献上阮的学老，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学老，感谢主，学老主，你伫圣诞的节期，互阮会当搁再一遍来思想主耶稣的降生，你要来拯救阮世间人，对伫阮的恩典真诶一大，阮要学老你的荣耀，主，阮感谢你，至圣至灵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阮担要来承认，阮个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会犯过失、犯错来得失着你。独你知，阮是会犯罪的。阮有当时无细致来离开你的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所以阮要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忏悔。阮所做你无欢喜的代志，我嘛求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清气无瑕疵徛伫你面前。我嘛恳求上帝，你予你的恩惠会当入伫阮的心，互阮会时刻行伫你光明的道路当中。主啊，阮知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来接纳阮遐个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当行伫义的路。听阮的爸爸，即时阮要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上帝，你互世界各国的领袖，互因有智慧、有疼心，互这个世界会当和平来过日子。主啊，我嘛要为着阮的国家安定，阮的社会安定来祈祷，恳求上帝，你的圣神赏赐阮的社会有平安，尤其是伫阮前2天台北车站的事件，求主你来除去阮侪人心肝中的惶恐，嘛求主你赐下安慰，互遐个亲人死失。这民众，互因得到上帝你亲自来安慰。求主你教阮这个社会保守看顾，互阮有真正的平安。主，我嘛为着阮教会的建堂，以及阮社区福音的事工的推动，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教会建堂的过程，充满上帝圣神的引带，嘛互阮牧师以及总执阮的建堂委员会委员，啊，搁阮所有兄弟，大家会当同心一致，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拍拼，嘛，互阮伫个社区福音事工的推动顶悬，有对上帝历来的智慧，诚侪这个社区的光灯，这个社区侪人的祝福。主，我嘛为着阮今仔日有侪兄弟，因要来洗礼。愿感谢主，求主你继续引带因面前的路站，互因信仰的道路充满上帝你的同在甲看顾。主啊，这时我嘛要为着阮教会兄弟吴美惠姐妹，就是银珍姐妹的妈妈，以及陈林珠姐妹、林秋平姐妹、林永雪姐妹，搁李文丽弟兄。主，我要特别为着因来祈祷，求主你看顾因，无论是因身体病痛的医治，嘛无论是因事业
的需要，或者是工作上的保守，拢恳求上帝，你甲因三个伫地。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阮知你是阮随时会保护、帮赞、看顾甲引带。即时，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应该归圣被上帝，应更圣教圣事，上帝上帝，早地内现在地内，将来也永远地内，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41篇，也嘛是以赛亚第9章。咱来交托。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地收割的欢喜，亲像地分赠礼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底背的担，讲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者的边，侵略者的军鞋过着火的军服。都会做查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这个事。这是咱来共听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第1章18到25节。我先来读台语汉字本。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伊无爱互伊伫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伫想即个代志的时，伫眠梦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代别的后代约瑟毋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某，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做救因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恁看，在小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某。不过，这个
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甲玛利亚同房。婴仔出世，约瑟就改伊号名叫做耶稣。我再来念和合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愿上主祝福听他的话又去行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会的诗班来赞美。咱今仔日教会诗班因要学到的是圣诞的主曲，因有2首歌，第一首是《渴望争光》，第二首是《永世代的真光》。对古早到现在，上帝写出盘过一切穹苍的故事，大地写出咱伫清沉黑暗中有光发出的应允。伫遮就是看袂到的上帝，诚侪看会到的形象。伫伊就是活命，这个活命就是世间人的真光，就是迄位伫万物还未创造以前就伫地，却诚侪无助的婴仔为咱出世的主。永远的真道，伫你拢无黑暗，你的真光对伯利恒的马条灿烂闪烁。上帝的国度，担要临到伫咱啦。万国天
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门的地下，有光照因。有一粒星要出对雅各的家，王权要对以色列兴起。总是这里行，你虽然伫犹太地千万城市中是至美色，以色列的掌管者却对你兴起。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世上君王要拢拍败伫伊面前，列国要服侍伊，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事、全能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领军。着欢喜，着快乐。虽然咱捌受黑暗捆绑，上帝荣耀的真光已经显现伫咱身上。着快乐欢呼，着欢喜来名字救主伫今仔日为咱出世。着大声唱歌，学乐敬拜伊。着大大快乐，甲万国同心尊重伊。伊就是永世代真光。
感谢祝福咱，感谢时间真水哦，学咯。所以咱要请牧师来正道。今仔日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平安。今仔日是一个真大欢喜的时间吼。那咱伫遮要来庆祝主的降生的日子，咱今仔日中间嘛有真侪咱的兄弟要伫主的面前，甲伫咱众兄弟面前来告别因家己的神。所以这是一个通欢喜的日子。咱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4主日，嘛拄啊好伫咧咱的迄个节气的过程的内面，拄啊好是伫咧冬节。伫咧一年的中间拄好是迄个叫做安尼白昼吼，是上帝的一日。我毋知影咱今仔日下早你下早起床的时阵，你有感觉讲今仔日还佫足暗的无？哎呀，无输5点半起来的时阵，哎哟，今仔日加真暗吼。也是迄个黑夜最长的一天吼，所以过来咱的日子迄个白昼吼，会一天长过一天吼，拄好是咧上顶主的光照入去即个黑暗的即个世代，所以当咱邀请到主耶稣来进入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的心嘛是共款要日日来得到更新主的光要安尼来一直不断来照耀伫咱的黑暗的心。咱过几工就是咱会通讲是最熟悉，也是上温暖的即个时刻，就是圣诞节。伫咱的即个街路特别是百货公司咱宜兰咱嘛有经过宜兰县政府，咱会通看到有真侪遮个圣诞的布置。教会嘛伫遐备办即个报佳音，有的家庭也是团契，也伫遐咧无闲来赠送礼物，也是迄个安尼交换礼物，那但是咱规个圣诞的即个核心毋是灯光，嘛毋是音乐，搁较毋是即个节庆的气氛，咱会通看见，这是台北101，这是2023年的相片。今年听讲搁较车花，所以但是咱看见这所有的布置内面，只有敢若欠一项，内底无啥，无耶稣。圣诞节规个庆祝规半部，内底无耶稣。咱规个圣诞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以马内利，也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即句话看起来若像真简单，但是伊是规个咱讲贯穿规本的即个圣经伫对创世一直到救恩一直到新天新地，拢咧讲一项代志，也是讲指引同一个方向，就是伊咧一直咧不断来向咱启示。上帝伊期待伊渴望会通甲伊所疼的百姓同在，所以咱今日咱要透过伫咧咱的即个教会即个教会历即个节期即个经文内面代降节第四主日即个经文，咱要来透过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尤其咱伫咧即个代降节第4节那个咱今年是甲年，所以咱要透过马太福音来搁一摆来思想，伫咧圣诞节内面会通讲时常互人忽略的一个人，就是约瑟咱要转去到伫即句话即句伊伫遐应允迄个最初伫遐咧宣告的时刻迄个遇着。约瑟来讲起着的一句话，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来要透过即个以马内利的即个上帝，咱要来看见有3个真实的恩典临到伫咱，
就是启示的恩典、甲灵内的恩典、甲着接来的恩典。透过这三个恩典，咱要搁一家来重新来认捌，嘛来重新来认捌圣诞节，来，所以咱大先咱爱先了解什么是叫做以马内利，吼，而这个英文到底是对倒位来？伊这个英文甲着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是互相呼应的，这是伫咧马太福音伫咧第1章23节引用，就是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迄个14节的下半段，伊伫遐讲起讲安那，讲要有一个少年的女子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这毋是新约才拄开始的故事，乃是伊沿续对迄个旧约的时代，伫咧历史的中间，迄个一个真实的一个愿望。伫咧迄时代，当初时以赛亚的时代是安尼伫咧黑暗中的一个愿望，因为当初时犹大国面对迄个安尼外敌，迄个阿兰，甲着即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威胁。即个南国阿哈斯王，伊伫迄个中间有真大的迄个惊吓，伊有真大的迄款彷徨，毋知要安怎好。伊毋知影要倚靠啥物人。上帝对伊讲，无得惊，我要互你一个条条，讲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讲主家己主要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这个预兆毋是军队，嘛毋是武器，乃是一个婴仔，一个象征上帝的迄个临在。上帝讲你毋免惊，因为我家己要甲恁同在。这个调头伫咧以赛亚时代部分来得到应验，也为着将来这个以赛亚留落一个会通讲叫做终极的一个指向。后来伫咧马太的时代，这个预言来得到安尼真正来实现。马太福音伫咧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内面，甲咱讲，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应允已经完全实现啦。这位以赛亚伫遐预言的这个囡仔，这个婴仔，这位要证明上帝无离开伊百姓的这个婴仔，就是玛利亚所怀孕所生的这个囡仔耶稣。约瑟伫咧即个故事的内面会通讲是咱会通看见真侪伫咧圣诞的故事内面，即个人好像是叫做被当成空气因为时常大家人敢想到是玛利亚，较少去看见约瑟这嘛甲亲像咱即马咱咧过节日共款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母亲节父亲节就晾在一旁，可有可无那这个咱讲耶稣的客爸约瑟伊嘛是伫咧规个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故事的内面时常被忽略，但是伫咧马太福音咱却无法度来忽略约瑟因为伫咧马太即个叙事的内面，约瑟伊是迄个会通讲是迄个焦点，伊面对一个会通讲真困难的迄个处境，就是什么款的处境？伊感觉真困惑，嘛对伊来讲，迄是一个冲击伊迄个未过门的即个未婚妻，咱讲也未过门，咱怀孕玛利亚对圣神来怀孕，即句话对咱来讲，咱咧听，咱感觉讲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对约瑟来讲，迄是一个震撼，尤其是迄个时代玛利亚伊也未过门伊却怀孕。对一个圣经内面讲伊是一位义人来讲，这是一个会通讲何等的冲击。
义人毋是迄种咱讲道德高过别人吼，乃是伊是一个忠于律法吼，伊敬畏上帝的一个人。律法要求伊啥物货？伊讲若发现伊的未婚妻怀孕，伊有权来提出休书啊。但是约瑟伊选择讲，伊要暗暗的来甲伊安尼甲伊烧掉即个玛利亚。伊无愿意明明来甲伊羞辱伊。伊是一个充满怜悯也是一个真正直佮温柔的一个查甫人。这是人的有限的部分。但是伫咧即个过程，伊还佫伫咧想的时阵，当上帝介入，就是伫咧伊约瑟，伊感觉讲伊真迷茫，伊真痛苦，伊毋知要安怎好的迄一暗。伊伫遐，上帝使者伫咧梦中来伊显现，讲安伊讲无得惊，无得惊，讲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样救出来。上帝对约瑟会通讲是迄个真正面来伊来说明。咱若讲起来，就是讲叫做对他来讲，这个明示啊，真明确来对伊来启示。有当时咱咧祈祷，也是安怎？有当时咱所得到的，有可能是隐喻，有可能是真侪迄个咱可能需要搁想一下。但是伫咧即个所在，上帝真明确来对约瑟来讲起，讲伊的即个未婚妻玛利亚，伊所怀孕的是啥物货，互伊袂有做错误的决定。所以，即个上帝对伊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明示，就讲这毋是人的错误，乃是救恩的起点。这毋是一个讲见效，乃是上帝的计划。讲国外，伊一个真要紧的，讲你你没有被排除在外，你是被精选参与伫咧迄个中间的一个。所以上帝伫迄个中间来伊安尼来启示，有三大的即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安尼的启示，要互咱知影伊拄咧做工课，伊拄咧做工。就算讲咱抑阁无看见，当初是玛利亚，伊敢若知影讲怀孕，但是老瓜讲，敢真正生出来是查甫的，拢毋知影。但是上帝真清楚、真明确来对伊讲起，上帝咧做工，佮上帝互咱明白伊的心意。就算讲迄个情况看起来有介复杂，上帝互咱有勇气来行伊所为咱备办的迄个道路。约瑟因为即个启示，通好互伊会通继续来往进前来行。所以兄弟，咱嘛是共款需要有类似安尼迄款安尼的启示，咱敢有需要即款安尼的启示？伫咱咧拄着困境，也是挑战咱的迄个，不管是伫咧咱的家庭的关系，也是咱的工作的压力顶面。也是咱拄着咱的性命的迄个转折处的所在，咱毋知要怎样好的时阵，我们是不是需要听见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这是咱透过咱今仔这个经文内面，咱上帝对咱的一款对咱的迄个启示。过来，以马内利的这个上帝，伊带来另外一个恩典，就是迄个仁爱的这个恩典。上帝甲咱同在。真，迄个会通讲上深刻的迄个表现，毋是伫咧伊解决所有的问题，乃是伊瓦困咱的咱的生活，瓦困咱的性命，行入去咱的处境的内面，行入去咱的软弱甲咱的痛苦的中间。所以上帝伊要入海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所选择的，伊是选择降生伫咧迄个上卑微的所在，伊毋是安尼出生伫咧迄个宫殿的内面嘛，乃是伊出生伫咧即个卑微的即个马槽，伊毋是安尼
对迄个地面的即个君王来迎旨伊，乃是由即个各样的来大声来安尼来探问伊。伊毋是安尼讲住伫咧迄种尊贵的迄个家庭的内面，乃是伫咧一个真普通的家庭，伊伫遐来得到长大。真明显，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毋是安尼讲远远的站在天上，乃是走进人最卑微的地方。这才是上帝迄个上大的迄个疼。所以上帝疼，佮毋那是干那临到伫迄个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伊也要临到伫迄个万国万民的中间。所以保罗伊伫咧罗马书伊一开始的时阵，伊就安尼讲起，伊讲啊啦，伊讲即个福音论到伊的囝，我主耶稣基督啊啦哦，我们从他蒙恩受了使徒的职分，为他的名在万国中使人因信而顺服。上帝听，毋是干那临到伫即个犹太人，乃是临到万国万民。伊毋是干那只有听迄个讲完美的人。乃是伊大声来去听遐软弱的、遐有罪、遐渴望会通得到救恩的人，这就是上帝，迄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享受迄个仁爱的恩典，就是上帝毋那是甲咱同在，搁安那伊用伊的疼伫遐来拥抱我们，互咱会通来安尼得到接纳，搁安那得到更新。所以咱伫这中间。来会通得到迄个，搁来以马内利的上帝的第三个恩典，就是迄个接纳的恩典。伊启示，互咱会通明白上帝的工作，迄个仁爱的恩典，互咱会通经验到迄个咱的主的迄个咱怜悯的迄个心肠，接纳，互咱会通甲着上帝、甲人会通重新来得到安尼搁好。接纳包含三种的意义，就是第一个就是上帝伊接纳咱，伊接纳人。耶稣来，伊毋是要求人先大声先变好，乃是迄落伊毋是讲安尼先要求人变好安尼上帝才要甲咱同在，乃是伊伫迄中间，伊先甲咱同在。伊互咱会通变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伊伫迄中间，伊先大声，伊先接纳遐个罪人、遐个抽象的细腻、遐个破病、遐个安尼心内丧向的，伊伫遐来接纳遐个软弱人，接纳遐个被拒绝的跋倒的，因为伊的名叫做耶稣。迄个耶稣的意思就是迄个拯救者。伊的本质就是以马内利，也就是迄个上帝甲咱同在。所以，迄款安尼以马内利的上帝所带来的迄个恩典，迄个接纳恩典，第一个就是上帝伊接纳咱人。过来，咱第二个迄个第二站的迄个意义，就是人伫迄中间，也伫迄中间来接纳上帝。是安怎安尼讲？咱会知影，约瑟伊最一个决定就是伊接纳上帝的计划，这也就是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真侪时阵咱需要做一个选择，咱是毋是欢喜要来接纳上帝伫咱生命内面的计划？约瑟伊做这个真要紧、真重要的计划，就是接纳上帝伫咧伊的生命内面的计划。伊将玛利亚来带过门，将耶稣来当做伊家己的囝，这认真讲，毋是一个真容易的代志。就算讲咱现今，咱要去带一个某，结果即个某伊已经大生有一个囝，有个人伊还阁想讲，我啥要饲别人的囝咧？所以咱用想讲，咱的主，咱的上帝，伊竞选约瑟约瑟伊也伫迄中间来接纳上帝对伊的迄款安尼的计划。这是一种信心的回应，也是一种顺服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咱是毋是欢喜，亲像约瑟共款，来伫遐来接纳上帝的计划？咱毋是坚持咱家己的方式，咱伫遐来欢喜来接纳上帝伊
伫咱生命内面所界定的即个时间，毋是安尼照着咱家己的即个咱讲节奏，吼。即若上帝伊的带领，毋是照着咱家己的迄款安全感。过来，咱即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伊带来迄个接来稳定的第三层的意义，就是人会伫咧中间来彼此互相来伫遐来接纳。以马内利的稳定，毋是干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伊也伫迄中间恢复咱彼此之间的迄款安尼的关系。诗篇第24篇第70到第10节伫遐来宣告讲，迄个应邀的王特别入来。一个真要紧的，当应邀的王要进入伫咱的生命、咱的家庭，也是咱的教会时阵，伊带来毋是分裂，乃是和好，毋是伫遐彼此伫遐来拜托，乃是伫遐互相来接纳，毋是冷漠然后冷漠，乃是伫迄中间相听。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的一款的机制。所以，弟兄兄弟，伫咧即个圣诞节即个前夕，以马内利咱要需要做什么款的回应？以马内利伊毋是一句圣经的名词，也毋是圣诞节的一个祝福语，乃是以马内利是一种生命邀请。今仔日上帝有缘用到同款的方式来对咱讲安那，搁一摆伊来对咱讲无得惊。我甲恁伫地，我的救恩要临到伫恁，要临到伫你的家。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今仔日要带来3项的恩典，就是咱头拄已经有小可讲去，就是启示的恩典、临来的恩典，甲着接来的恩典，伊要互咱会通重新看见上帝伫咱生命内面的作为，要互咱伫咱的软弱中，搁一摆来确信，伊上帝对咱的不离不弃。过来，伊要想使咱迄款安尼接来的恩典，要互咱甲上帝，以及咱甲咱家己，以及咱甲咱其他咱的遮的亲朋好友，会通重新来得到和好。愿伫咧咱即个大降节的即个第4主日，咱会通若是纪念耶稣道成肉体降世，成做人道成肉体的即个日子。也互咱会通搁一摆，咱伫遐欢喜来重新来拍开咱的心门，迎接荣耀的王来进入，互即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会通成做咱生命的主。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咱头拄咱所分享到，当你伫咱生命的处境的内面，咱上需要上帝倒一款的启示有哪些的事情是你正在疑惑、挣扎跟害怕的？愿圣神即时伫咱心中来搁一摆来对咱来启示，来对咱来提醒，互咱会通伫咱生命的每一个安尼拢有圣神会对咱的迄个启示，不管是明示或暗示，咱拢欢喜顺探圣神对咱的迄款的邀请。加着引带。第二，咱敢捌安怎经历着上帝伊的忍耐？伊怎样伫咱不配时阵，伊有愿咱来施恩？搁咱愿意搁一摆来转去到伫伊的疼中间无？伫什么时阵、什么款的代志顶面，咱需要亲像约瑟共款接纳上帝的计划？搁有什么款的代志，咱有愿？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是毋是安尼掠条条，无愿意放手？愿圣神即时来光照咱，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生命的处境，咱欢喜来放手，互上帝来引带咱生命来行伫伊所计划的即个道路顶面。无第三项，咱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对你来讲，即个伫咧即个圣诞节期。到底是对你有什么款的意义？搁咱要怎样伫咧即个恩典，将即个恩典来带到伫咱的厝内人、咱的同事，甲着咱的朋友中间？愿圣神甲咱送伫地，互咱会通时常安尼有对主内的引带甲保守，互咱会通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顶面。咱同心来祈祷。
全能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圣诞的节期，你搁一摆来阮来显明以马内利的真理。主，你毋是迄个离人远远的上帝，你是主动来到伫阮的中间，踮伫阮的中间的上帝。今仔透过你的话语，阮看见你的启示，你的仁爱，甲着你完全的接纳。主啊，亲像约瑟共款，阮时常有安尼感觉，安尼困惑、惊吓，毋知要怎样来行落去。但是阮感谢你，阮来讲话，讲无得惊，我甲你同在。求你伫阮生命的每一个即个转弯的所在，阮来讲话，来光照阮，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互阮无搁再倚靠你的聪明，乃是倚靠；互阮无搁再倚靠阮家己的聪明，乃是倚靠你的启示来正前来行。主美怜悯的主上帝，你对天降落，道成肉体，进入伫人的即个善香甲着软弱中间，因为你的仁爱，阮被救赎；因为你的同在，阮得到愿望，愿你的听伫阮的心内，搁一摆来定心，来点到阮心内的即个火，来医治即个受伤的即个所在，恢复阮迄个软弱疲乏的迄个心灵，互阮会通伫咧即个黑暗中间，永远会通确实，你永远无甲阮，你永远无离开阮。亲爱的主圣神，求主你帮助阮，会通亲像约瑟共款，愿意来顺服，愿意来接纳天父的计划，伫咧阮的家庭、工作，也是阮的人际关系，甚至伫教会服侍中间，互阮会晓学习，来放下阮家己的坚持，来行至你所预备的即个道路。同时，也互阮会通欢喜来彼此接纳，来彼此相听。伫咧基督的平安的中间，互阮会通，因为阮欢喜来互主你的平安来踮伫阮的中间，阮来彼此来互相接纳。主啊，愿你的阳光进入伫阮的生命内面，愿以马内利的即个上帝，毋是干那是今仔日的信息，乃是伫咧阮每一天的经历。愿你甲阮三个同在，直到永远。阮的祈祷拢是奉靠道成肉体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来洗礼吼，请咱来吟圣诗，咱要来大声来这个圣灵的洗礼，请咱吟圣诗354首。咱要来吟第1节甲第2节，吼，咱一个来吟就好。咧吟诗的过程，咱请圣灵洗礼的兄弟方世芳、何茂勇、林秋平、陈如莹来徛到伫咱的台前。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也提传奇，将瑞克准备兄弟。阮得到帮赞是靠耶稣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
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要袂上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悔改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诚做恁的即个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但方世芳、何茂勇、林秋平、陈如莹，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较大声咧！爱对正人来宣告恁的信吼。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有要欣赏的啦，是。陈如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秋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黄世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何茂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但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儿女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搁互伊会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伫
抵到阮欠亏领受洗礼恩典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悔改，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原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来，请转过来，迄落请咱的小会员先大声来接纳，甲请咱的所有的长老吼，包括退任的长老，拢来接纳。恭喜！再往后站一点点，他们比较来往后站一点点。好，恭喜！恭喜！美声长老。好，稍微介绍一下哈，茂勇，好，何茂勇是春雅的老公，来，春雅，好，方世芳弟兄是林珠杰，老公，迄个秋萍老师，李亚，认识老师李亚，那个卢云老公在哪里？在主日学哈，好，卢云老师伊嘛有参与咱伫咧主日咯诶，即个教学哈。咱伫咧问道会时阵吼，我当时我足诧异的，讲哈，你到即摆还袂洗咧？吼，已经伫咧主日咯，伫遐教主日咯，教足久啊吼，所以咱搁一届用拍鼓仔来安尼欢迎恁加入伫咧。好，请坐，来请坐。要献花，来。你要献互啥物人？这边嘛有这边嘛有。人气较好啊吼。咱今仔日真热闹吼，总共11位吼，所以咱今仔有真侪遮个亲人朋友来到伫咱的中间。这是咱要来即个献信礼甲着信仰告别咱来同款来吟圣诗354首，咱要来唱第30到第40的部分。请即个献信礼。庄涵，甲着信仰告白，王正成、王瑞慈，甲着张永福来到伫台前。圣教啊，所教咱的用，修思想起向咱归向。虽然是明星，我眼睛抓高天顶，万好风行，兄弟朋友势力抗命，表明平生经过咱心，对对真心顺天活动，相相教育行出道路。
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伫咱徛伫咱面前的，是安尼因过去捌伫别个宗派受洗礼，是伫咧细汉已经受即个小儿洗礼。今仔日因要安尼来行即个信仰告别，甲着即个献身礼来告别因的信，来通过接纳来有份伫主的圣餐。所以主所听的王正成、王瑞慈、张永福、庄涵，恁伫以前伫别个宗派，甲着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连接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赏赐互恁，互恁长大成人。当恁伫上帝甲正人面前要来承认恁过去的即个信仰，甲着父母替恁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来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面前要来认伊。所以我也来劝勉恁，来着告别恁的信，伫正人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王正成、王瑞慈、张永福、庄涵。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恁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行，安尼行无？恁细汉的时阵，以及伫其他的宗派安尼通过即个洗礼，即时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小会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着新的约的恩典。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主，阮感谢你。对伫即个王正成。王瑞慈、张永福、庄涵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因来就近上帝欢喜。阮感谢你，因为对因告别家己的信仰，甲着受洗，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阮也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朋友，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赞。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因。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互因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免。即时咱要来接纳，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来，请转过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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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吼，对牧师的正边，恁的倒手边吼，迄个永福吼，张永福伊原地本地伫咧根生团契来遐受洗礼，那个王正成跟王瑞慈，因原地本地伫咧611林良堂伫遐受洗礼，即时来来甲咱进入咱的南阳的即个大家庭，庄涵，伊自细汉，咱就拢看伊大汉啦，感谢主，伊毋若安尼有好的信仰的朋友，也伫咧教会内面做好的工，咱也看伊伫咧细汉安尼这么大汉，伫咧注意落，甲着安尼，若做小老师，嘛安尼伫遐做遮个弟弟妹妹真好的信仰的典范，拢安尼真温柔，伫咧做着逐项的遮个服侍，所以咱搁一届鼓掌来安尼欢迎，好，感谢，请坐，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小儿洗礼，请咱来吟圣诗352首，圣诗352首。咱要来吟全首，请这个小儿洗礼，何以慈、拿撒马扫、亚撒马扫的家长，父母。带着囡仔来到伫台前，咱来吟圣诗352首，圣会所行的礼仪。圣会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的小礼。家咧，表明今日小兄弟，关咧有形势咧体，对早以来无过世，世咧表明因是，就是水古教我是。行大罪来出世，叫做欢喜事好去。细汉的原因所行，父母应该体因你，父母已经受洗清，因为今日也做成。在早出道就行，不是很紧正日定。父母体行日面容，唔通好因看世上，真正正是信仰。阮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转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的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告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有人带着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来望。耶稣接边，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的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
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来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儿女，互因归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何以恩、拿扫、马扫、亚撒、马扫恁这是咧对父母所以是父母伫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的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通守即个约。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是小的哈。好。何以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囝圣神的名，阿免。亚撒马扫，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囝圣神的名，阿免。拿撒马扫。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信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着会众。安尼亲自来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咱三甲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着灵魂，互因的智慧甲着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免哪听因，阮求你将恩典丰富赏赐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年的时，互因通家己来告别因的信仰，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着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囡仔要照顾因的人，愿互因有智慧，甲着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好，来翻转过来，阿免。对。这边是何以恩，这边是迄个一个是细汉的这个是亚撒马扫这是拿撒马扫我定定因的名足歹念的，咱搁一届鼓掌好，来，这样子可以请坐了，好，谢谢。这是咱要来领受圣餐，要来守圣礼典。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
364首，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修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阮现在阮借着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免。
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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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服侍长老。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也毋捌也未领受洗礼，请咱毋通领受。若你已经有伫别个教会嘛有领受洗礼，欢迎咱会通甲咱三个同道。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三个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旁杯讲，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
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去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免。这是咱要来收杯，咱咧收杯的过程，咱犹原共款唱圣诗364首，咱同心来吟。
饼，饮这杯，就阮我的因为个要无，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因为吹干。这饼，饮这杯，就阮我的因为个要无，吃这饼，饮这杯，辛苦我的因为水干。这时，请咱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兰执事甲曾子祥执事来书献。请咱来起立来吟奉献的歌。我的
这是咱要来颁发服侍奖学金吼。啊，服侍奖学金可能大家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哈。我们教会上学期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信德奖学金，还有开学的时候那个社教纪念组织也有一个信德奖学金哈。那这2个奖学金是鼓励孩子在课业上哈，就是能够好好的用功读书。那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服侍奖学金，这个服侍奖学金就是针对哈，有的孩子他有不同样的适性发展，那他对于服侍呢是很有心的，那我们特地也给这些孩子鼓励了哈。那我们今年服侍的奖学金的名单哈，总共有5位哈。那因为我们有几位是这个大专生哈，那大学应该是上个礼拜跟接下来这个礼拜是期末考周，所以这些孩子就没办法回来哈。北当邓来不要紧哈。等一下就请派代表哈，所以请爸爸妈妈哈来代表这个授领，好不好哈？我来宣布这个名单哈，黄瑜杰哈，黄瑜杰应该没有回来了哈，请妈妈哈来带领哈。再来是李云欣、庄涵、曾子欣跟林以谦，以谦，好，有5位，总共有5位哈。好，有到的就到那个到台前来好吗？我们站底下就可以了，好吧？因为你已经蛮高了哈。好，那个黄瑜杰，恩怡在吗？好，你不要紧，无了，阿嬷来好了。好，阿嬷拿的话，奖金应该可以加倍啊。李云欣，云欣妈妈有来吗？尹真，刚好没有哈。好，这里好，那这个我们就请牧师来。好，于杰，来，快来一点，快来一点。好，来，胸超过，4个呢。好，来。于杰，张涵，子熙，先，好，恭喜！好，我们恭喜。看前面，该翕相安尼啊，翕一张合照。好，恭喜。好，过来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哈，我们来看本周金句哈。我们先来读台语汉字本哈，先来读台语汉字。咱做伙来读吼，请。你看，在小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搁读一摆吼。你看，在小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过来咱来读华语吼，和本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再念一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好，过来咱来欢迎第一摆吼，来到咱教会当中的兄弟吼。因为今仔日咱有人洗礼吼，所以有足侪兄弟来特别为因祝福吼。第一位是谢慧娟姐妹，来，我们欢迎谢姐妹。慧娟姐是咱总会大专时间的干事嘛是我囝婿的头家啦。迄个谢慧娟牧师。是。你今仔日是啥物缘故来的？好，我们欢迎谢牧师
好啊，第二位呢，这位就有朋自远方来哈，来自新加坡的弟兄哈，他信主已经30几年，他非常的低调，一直跟我说，我不要介绍我的名字，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教会都很低调哈。那我总是要称呼他的姓名哈。来，我们欢迎刘正文弟兄。听说来环岛骑脚踏车嘛哈，听说明天就要回新加坡哦，所以他特地来的哈，所以我们欢迎他，也欢迎等一下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爱餐啊。好，第3位是张浩然弟兄是吗？好，张浩然弟兄欢迎啊。好，张弟兄呢是林珠姐的朋友，好，今天特地来给方四方弟兄祝福啊，这个他们是真正的麻吉就对了，好，以前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来，请坐啊，好，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黄清泉弟兄跟陈红霞姐妹哈，他们也是林珠姐的朋友，欢迎。好，罗东教会。真的好，罗东教会欢迎啊，这个宜兰罗东没有距离很远，好，欢迎来这边做礼拜也可以了啊。好，再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大家很熟了哈，那个 Vicky 怡芳跟她的先生邱弟兄，来，欢迎他们。他们应该是为了这个茂勇兄的洗礼，特地从美国回来的哈，所以这个洗礼还真的是无价的，对吧哈？无价的，真的是无价哈，谢谢。好，再来这2位是美娥姐妹的朋友哈。第一位是陈妍梦姐妹，她先回去。好再来是尤志柔姐妹，好，欢迎。这个尤志柔姐妹信主了吗？还没有哈，因为我特别问是这个名字很适合，一定要信主非常的温柔，跟摩西一样哈。好，非常欢迎我们几位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哈。好，过来咱来看周报哈，我们再来看周报。周报那个报告的部分，报告事项，12月13日小会决议的部分呢，就请各位弟兄姐妹来过目。那第2个是第2点哈，是我们今天洗礼的部分，请各位参阅。第3点也是服事奖学金，就请各位参阅。第4点是我们这个主日礼拜结束后，教会备有安菇柜哈，安菇柜，圣诞糕要赠送给每位兄姐，每个人1份哈，包括小孩子。那请招待桌自取，这个是没有防腐剂哈，是我们教会限定的哈，只有我们教会才有哈，我们请那个正传弟兄帮忙做的哈。然后这个请尽早食用好。那我们会后有这个爱餐，请大家这个留步共享啊。那在爱餐的期间呢，我们会召开主日学的教研会哈，再请主日学的老师们到那个绿地那边哈。那第5点呢是结束礼拜后呢，各团契请将年度的结余款于今天缴回给出纳庄方美长老啊。教会的关账日是12月30日。第6点我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哈，我们下个主日是举行2026年新任的长职会长跟组长的就任后礼拜不是1月7号，是后礼拜所以咱所有的中级新的中级会长各团契的会长甲组长伫后礼拜要就任请咱的中级各团契新就任的会长甲同工来备办心来参加。然后后一个礼拜日就是下一个主日，我们是合堂礼拜是合堂礼拜再一次报告就是合堂礼拜再来我们24号晚上这个礼拜3晚上
7点到8点是泰泽祷告会哈，这个泰泽祷告会是比较不一样的哈，但是我们是7点开始哈，那我们晚上8点20就要报佳音哈，那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哈。那我们这个礼拜2的祷告会就会合并到礼拜3哈一起举行哈，再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留意。那第8点就是我们30号晚上哈，下个礼拜2晚上会有这个岁末年终的祷告会哈，欢迎兄姐见证分享。再来就是第9点，我们各团契哈，请整理本年度的这个以及明年度的事工报告，1月2号哈，礼拜5交到办公室哈，然后各团契哈，咱现在就有听心的哈，咱若要为着各团契奉献的哈，请暂时请卖奉献，因为已经关账啊哈，等明年初的时候再过来奉献哈，就是各团契已经结账，所以兄姐如果要为团契奉献的，请明年再来奉献啊。上尾就是拄啊有洗礼兄弟哈，有洗礼兄弟会后哈，我们等一下唱完那个祝福歌，然后等牧师祝祷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唱完祝福歌，然后我们就留下来要拍照。所有今天有洗礼的，包括这个成人洗礼，包括幼儿洗，还有信仰告白哈，都要留下来拍照哈。以上请牧师报告无哈。好，咱这是来吟圣诗70首哈。原底本地想讲，若时间会赴啦吼，本地牧师佫有准备一个迄个圣诞的有奖征答啦，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哈，所以说以后再来哈。好，来咱起立来吟圣诗70首。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要伫永远的约会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咱同齐来用这条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上帝个，因你就的咱。
是所带咱倒腾，愿上帝个因你照伫咱。上帝会听，因你听伫咱。愿上帝会听，因你听伫咱。愿咱所受一切温暖，天伫咱所做，咱上帝会听，因你听伫咱。愿上帝。因你赐予咱，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因错过无咱，当咱事顺利，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会听，惦记咱，愿上帝。来，请今仔日洗礼兄弟，咱来来台前，咱同齐来翕一张，搁中集，请咱的中集甲着洗礼者同齐来到伫台前，咱要来翕相。请其他的兄弟，咱就先去到伫总庭的所在，咱要来准备爱餐吼。请洗礼的兄弟甲着中集。赶紧来到台前，咱要来翕一张合照。这张合照是咱的洗礼证明要用的哦。